自古以来，签诗是民间信仰文化一环。有的信众会到庙内抽签请示神明，为人生疑问寻求答案。而台湾的宫庙大多拢有签诗，但有专人改请宫庙较只有1、2成左右。一般民众是真难参透签诗，了解神明所要传达建议。尤其改请人员目前面临欠缺较长暂，因此更需要人才培养甲专业传承。咱咧改签诗人愈来愈少啦，吼，因为有专职的人中间人嘛无济啦，吼，所以即届咱的教授群即届邀请即个咱的学者也是民间所学有成者，对签诗签文有研究的人来共同开课啦，即届迄个开课都非常的课程真多元啦，咱希望透过这个呼吁来这个对于咱的签诗签文有兴趣的人踊跃来参与。民政局这次邀请泰安新中文教公益基金会规划承办签诗文化巡回讲座，联合大关亭甲树顶行政宫、罗里门圣母庙、罗里门天后宫、安平开大天后宫等宫庙，共同举办签诗文化巡回讲座，希望透过众人的参与，呈现台南寺庙签诗文化程度甲多样性。签诗呢，是咱一般百姓加咱市民来沟通一种的工具，一个管道你抽签诗抽签文那签文这个部分独一点过，有那些客人去甲你看拢无啥有啦去问咱有所有咧改签诗的人来甲咱解说。但是呢，我所了解咱台湾有专职咧甲改签诗的人无到1成2成尔足少的啦差不多安尼就2面来做解说啦即个咱即个都感谢咱的教授甲咱承办。这次的巡回讲座以改签员、文书工作者以及对签诗文化有兴趣的民众为对象，除了了解签诗的由来甲历史内涵，也将呈现台湾签诗文物的风采。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